大家好，我係奧然哥哥啊。今日我想分享嘅故事叫做不偏食。唔知你哋有冇偏食嘅習慣呢？東東最愛吃肉，他不喜歡吃蔬菜，也不喜歡吃水果。晚飯後，爸爸對東東說：東東，快過來吃水果吧。東東搖搖頭，一點也不吃。一天早上，東東躲在洗手間，很久也不出來。媽媽說：東東，快出來，要上學了。東東按着肚子，告訴媽媽：我肚子很痛，大便又下不來。媽媽讓東東喝下2大杯暖開水，又替他輕輕按摩肚子。東東覺得舒服多了。媽媽對東東說：你肉吃得多，水果吃得少，所以大便有困難。東東一邊吃香腸，一邊問媽媽：為什麼要吃水果？媽媽說：因為水果裏水分多，還含有纖維質，所以多吃水果能夠幫助消化，保持大便暢順。媽媽還告訴東東，每一種食物都含有不同的營養，我們的身體要吸收各種營養才會健康。下午，媽媽做了一盤蔬果沙律，東東吃了一口，覺得味道很甜美。他吃啊吃啊，把一盤沙律全都吃光了。現在吃完飯後，東東不用媽媽吩咐，自己也會拿水果吃。東東不再偏食了，他愛吃肉，也愛吃蔬菜、水果。爸爸送了一隻小烏龜獎勵他。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唔好偏食，如果唔係就會影響健康㗎喇。下次見，拜拜。